提到訂婚，許多男生可能會覺得這是愛情水到渠成的下一步，是兩個人共同邁向幸福生活的美好開端。然而，對不少女生來說，訂婚卻像是一道需要跨越的鴻溝，心中充滿了忐忑和不安。為什麼女生會在訂婚面前感到害怕？今天我們就來深入探討這個問題，希望能為即將步入婚姻殿堂的你們提供一些啟示。首先，我們要明白，女生在訂婚前感到害怕，往往源自於對未來的不確定感。婚姻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，它意味住兩個獨立的個體將共同組成一個新的家庭，承擔起更多的責任和義務。在這個過程中，女生可能會擔心自己是否能夠適應新的角色，是否能夠處理好與伴侶、家人之間的關係，以及是否能夠應對婚姻中可能出現的各種挑戰。這種不確定感會讓他們感到焦慮和害怕，害怕自己無法勝任這個新的身份，害怕婚姻會打破現有的平靜和幸福。舉個例子，小麗和男友戀愛多年，感情穩定，但當男友提出訂婚時，她卻猶豫了。原來小麗一直擔心自己無法成為一個合格的妻子和母親，害怕婚後的生活會讓她失去自我，變得平庸和瑣碎。這種對未來的不確定感讓她陷入了深深的焦慮之中，甚至開始懷疑這段關係是否真的適合走到婚姻這一步。其次，女生在訂婚前感到害怕，還可能是因為對伴侶的信任度不夠高。婚姻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和依賴的基礎上的。如果女生對伴侶的信任度不夠高，就會對婚姻的穩定性產生懷疑。他們可能會擔心伴侶在婚後是否會背叛自己，是否會對自己失去興趣，是否會承擔應有的責任。這種不信任感會讓他們對婚姻產生恐懼，害怕自己會在婚姻中受傷。小芳和男友訂婚前就曾經因為信任問題而陷入糾結。男友在戀愛期間曾經有過一些讓她感到不安的行為，雖然最終都得到了解釋和道歉，但小芳心中的陰影卻始終揮之不去。在訂婚前夕，她開始擔心婚後男友是否會再次讓她失望，是否會對她忠誠不渝。這種對伴侶的不信任感讓她對婚姻充滿了恐懼和不安。那麼，面對這些害怕和不安，女生該如何調整自己的心態，重新找回對婚姻的信心呢？首先，要學會正視自己的恐懼和不安，不要害怕自己的感受，也不要試圖逃避他們。正視自己的恐懼和不安，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。可以嘗試與伴侶坦誠地溝通自己的擔憂和疑慮，共同尋找解決之道。其次，要增強對伴侶的信任感。信任是婚姻中最寶貴的財富之一，只有互相信任，才能共同面對生活中的風風雨雨。可以透過多了解伴侶的想法和感受，多關心和支持他，來增強對他的信任感。同時，也要學習放下過去的陰影和不安，用一顆寬容和理解的心去接納他。最後，要學會調整自己的心態和期望。婚姻不是愛情的終點，而是愛情的華語延續。不要對婚姻抱持過高的期望和幻想，要學習接受婚姻中的不完美和挑戰，同時也要保持一顆正向的心態，相信自己和伴侶能夠共同創造出美好的未來。總之，女生在訂婚前感到害怕，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，關鍵在於如何正視這些害怕和不安，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。只有勇敢面對自己的恐懼和不安，才能重新找回對婚姻的信心和期待。希望每位即將步入婚姻殿堂的女生都能勇敢面對自己的內心，找到屬於自己的幸福和美好。